歡迎收睇《置業攻略》。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各國之間嘅關稅戰升溫，尤其中美之間互相加徵關稅反制，令全球股市兵荒馬亂。關稅引發嘅經濟衰退、息口變動，會對本港樓市有咩影響呢？我哋今集請嚟第一太平戴維斯投資部副主管同資深董事陳宇軒同我哋傾下。Tommy 你好，你好。見到貿易戰升級啦，其實中美兩國而家都係冇一個讓步嘅跡象，係咪對本港樓市難免都會帶嚟一啲直接或者間接嘅影響？其實本地嘅樓市咧，除咗對最近嗰個關稅係有敏感之外咧，其實本身香港嘅樓市面對住有幾個好大嘅挑戰。咁包括第一就係香港而家融資成本係相當之高。咁雖然最近亦都係減咗大概係100嘅點子嘅息口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而家投資者或者係其他嘅用家去到購買香港嘅房地產嘅時候咧，其實面對嗰個淨息口咧，都去到大概5.3至6.3呢個水平。咁如果係啲外資的話咧，佢哋嘅融資成本係會更加高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哋去考慮投資物業市場嘅時候，咁佢哋一定係要揀一啲相對高回報啦，可能係講緊正回報去到6% 以上嘅一啲投資物業啦，又或者係一啲尺價相對比較平，可能係重建成本即係比重建成本較低嘅一啲投資項目啦，咁佢哋先至會考慮。咁再者就係銀行對於佢哋嘅貸款嘅態度咧，亦都係相對非常謹慎。咁過去嗰2年，我哋見到銀行喺批出貸款嘅時候咧，都係相對冇以前咁鬆手嘅。咁原因係因為佢哋嘅叫 non-performing loan 咧，即係我哋中文叫即係未能夠係健康償還到貸款嘅一個比例咧，其實係唔同銀行底下都不斷咁升緊嘅。咁所以佢哋喺個存款同埋佢哋批出貸款個比例嗰度咧，係相對有一個比較謹慎嘅水平去維持翻。咁以致令到咧喺我哋見到好多客人去考慮去購買呢啲資產嘅時候，我哋都見到佢哋面對緊一個融資成本高企嘅問題。咁第二就係相對過去幾年我哋而家嘅經濟嘅基本面咧，都係比較疲弱一啲嘅。無論係我哋見到喺個零售嘅數據啊，又或者係一啲其他各方面嘅數據底下，我哋見到都係復甦得比較慢少少。咁同埋我哋亦都面對緊喺唔同嘅地產嘅板塊裏邊個供應量咧，都係相對多嘅，尤其係寫字樓方面啦。咁我諗過去專家都好多講過，即係香港而家暫時面對緊個供應係多過於需求嗰個情況。咁所以以至到呢幾樣嘢咧，都其實除咗關稅之外咧，係一路影響緊香港本地樓市。咁講翻個關稅，其實即係自貿易戰升級以嚟嗰個股市都好大嘅波動，係咪都對樓市會影響到信心咁樣？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財富效應，但係調翻轉嚟睇嘅版本啦。即係我哋成日講，可能係一個負財富效應啦。因為當你股市升嘅時候，自然大家覺得喺嗰個荷包都會多咗錢啦。咁多咗錢固然就會願意去，無論係學玩樂甚或者係買樓都會鬆動啲。咁而家過去呢幾個禮拜相對比較波動，咁每一日可能都有啲新嘅唔同嘅消息。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係相對高位，亦都係調整咗一定嘅水平。咁所以我相信其實暫時呢一刻大家都未係睇到前面好明朗嘅發展嘅時候咧，咁喺投資房地產方面，大家都會比較謹慎一啲。但係其實即係對上一次貿易戰講翻2018年嗰陣咧，有統計就話樓價喺半年內跌咗6%。其實今次貿易戰好似係更加激烈啦。你睇嗰個本港樓價嗰跌幅會唔會係比當年更加大咧？對上一次我睇到就係無論香港又或者係國內咧，其實嗰個經濟嘅增長亦都係相當唔錯。咁亦都係當時未有發生一啲比較重大嘅經濟上嘅危機咧，譬如係內地嘅債市係未有一個好大嘅崩潰嘅情況出現啦。咁亦都上一次嘅加息嘅幅度冇今次咁劇烈，而且係好短時間，可能講緊1-2年個息口已經係回落翻。咁所以當時嚟講，其實市場嘅信心比起而家咧係強勁一啲。咁今次其實個變化係幾樣嘢一齊
夾埋你啦。咁所以今次嘅關稅就有點係覺得雪上加霜嘅感覺。咁但係其實另外一方面就係話關稅戰就令到美國即係而家大家都睇係幾乎會陷入衰退，同埋對全球經濟影響都係咁樣啦。咁會唔會反而即係美國加快咗個減息步伐，反而係對本港樓市係利好咧？我諗好似係我頭先所講，所有嗰啲負面嘅因素未係完全解決嘅時候咧，我相信減息係只係有少少提振嘅作用啦，未係完全可以將即係過去呢一個禮拜嘅發展嘅過去嘅一啲唔好嘅因素完全係消除。我相信亦都係要等美國同埋中美呢兩方面嗰個關稅係或者係喺一啲貿易上嘅摩擦咧，係得到即係一個比較明朗嘅清晰嘅發展，先至我諗投資者先至會有信心去作下一步嘅部署。咁我哋睇翻我哋而家手頭上即係睇緊一啲投資項目嘅客人咧，都係喺過去呢個禮拜咧，無論係已經係簽咗合約啦，或者係一啲傾緊嘅買賣啦，可能佢哋都會暫時希望係hold 一 hold 先，暫停睇一睇嚟緊個發展會係點，咁先至會作出下一步嘅部署。咁關稅戰令到即係經濟更加唔明朗啦。其實你睇邊類型嘅物業係會比較受影響？我諗最受影響都係會係商用物業、工商物業為主。咁如果兩者之間咧，我相信會係寫字樓會比較嚴重一啲啦。因為關稅底下咧，即係代表一啲國內如果要出口到美國嘅一啲廠商咧，其實佢哋直接係受到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咁變咗佢哋嘅其實佢哋有機會係嗰個生產同埋嗰個出口嗰個額咧係會即係受到比較大嘅打擊。咁而佢哋嘅生意亦都好大部分，譬如有啲舉個例去做聖誕裝飾、聖誕樹，或者係一啲好似 iPhone 手機咁，好多時其實係出口到美國，而喺國內生產嘅。咁呢一啲廠商，我哋相信受影響嘅程度會比較大啲。咁佢哋喺自己個生意都未完全係清晰嚟緊嘅狀況嘅時候，我諗佢哋暫時就唔會話去擴充佢哋嘅寫字樓啊，或者係佢哋嘅即係經營上嘅需要。咁所以我哋相信無論係即係寫字樓會係比較最嚴重嘅打擊咯。咁再者就係由於中國亦都有啲反制嘅措施啦，咁所以我諗呢一方面亦都會直接影響到一啲外資考慮喺香港投資房地產嘅一啲意欲。咁你有冇話預計到本港寫字樓嗰個空置率會再上到去咩水平咁樣？暫時香港嗰個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應該大概喺17至18呢個水平啦。咁我哋相信由於其實本身嗰個供應量亦都係有翻一定程度喺度，咁再加埋而家最近貿易戰嘅關係咧，我哋相信有機會可能嗰個空置會進一步上升。因為啱啱頭先講過啦，即係嗰啲關稅亦都係影響唔同嘅企業、唔同嘅公司去考慮去擴充嘅需要。今日唔該晒 Tommy 同我哋分析。置業攻略時間嚟到呢度。